大家好，我係時之莎，同你每日讀一本好書。如果話俾你知牛奶係唔啱人飲嘅，你會唔會好驚訝呢？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呢本書，書名非常之吸引人，叫做《不生病的生活》。聽到呢個書名，你可能會覺得係咪有一本教你點樣食保健品、練氣功嘅養生書呢？但係我要話俾你知，呢本書嘅作者非常特別。佢係一位日裔美籍嘅腸胃科醫生，叫做生谷雲實。佢係醫學界嘅傳奇人物。點解係傳奇？因為佢係世界上第一個發明用內視鏡切除大腸息肉，等病人唔需要做開腹手術嘅醫生。更驚人嘅係，佢喺40幾年行醫生涯入邊，佢總共睇過超過30萬人嘅腸道。佢睇過嘅病人名單，由美國總統、日本首相到荷里活明星都有。所以當一個咁樣嘅人話俾你知點樣可以唔生病，你係咪應該要聽下呢？今日呢支影片，我會將全書最核心嘅幾個觀點整理出嚟。睇完你可能會發現，我哋由細到大信奉嘅健康常識，有一大部分可能係錯嘅。第一，你嘅腸胃會說話。生谷醫師有一個好特別嘅觀點，佢認為一個人會唔會生病，係睇佢嘅腸相同埋胃相就知道啦。咩係腸相同胃相呢？就係我哋好似睇手相同面相一樣。佢認為腸道嘅狀態就係你健康嘅成績單。佢喺做內視鏡檢查嘅時候發現，嗰啲長期多肉少菜嘅人，腸壁會變得又厚又硬，好似一個用咗好耐嘅車胎，表面硬崩崩，甚至會生出一啲細嘅袋仔，叫做氣室。呢個地方係未來息肉同埋癌症嘅溫床，而且嗰啲飲食清淡、生活規律嘅人，腸道係粉紅色嘅，柔軟有彈性，就好似嬰兒一樣咁。所以佢提出咗一個好重要嘅觀念。大部分嘅疾病其實都唔係遺傳嘅，係你長年累月食入去身體入邊嘅嘢，喺你嘅腸胃上刻下嘅痕跡。第二，決定健康嘅關鍵，奇妙酵素。點解生活習慣會影響健康呢？咁就牽涉到書入邊最核心嘅一個概念，叫做奇妙酵素。生谷醫師推測，我哋每個人身體裏都有一個酵素銀行。佢將呢個銀行裏面嘅資金叫做奇妙酵素。我哋嘅身體所有嘅運作，唔單止係消化食物、修復細胞或者對抗病毒，都要用呢個銀行裏面嘅錢。重點嚟啦，佢認為呢個銀行嘅存款係固定嘅，你攞咗1蚊就會冇咗1蚊。咁幾時會使錢呢？當你暴飲暴食嘅時候，食加工食物或者飲酒、食煙，甚至壓力大嘅時候，身體就必須要大量消耗奇妙酵素嚟解毒同埋消化。當你將呢啲錢都花喺呢啲地方，就冇多餘嘅錢去修復身體同埋抗病毒啦。所以養生嘅關鍵有2個方向：開源同埋多食新鮮嘅富含酵素嘅食物，譬如生果、蔬菜、水果、發酵食物。節流嘅話，減少暴飲暴食，好好食飯，減輕身體嘅負擔。第三，最具顛覆性嘅3個建議，跟住嚟我哋會睇下生谷醫師俾出嘅具體建議。呢3點可能會顛覆你嘅認知。第一，請你好好咀嚼。你可能會覺得有咩好講啊？但係生谷醫師話呢個係佢所有嘅建議中最重要嘅一條。佢要求每一啖飯最少要咬30至50下，要咬到食物喺個嘴裏邊幾乎變成液體，先至好吞入去。點解呢？因為咀嚼係身體嘅第一道工廠，你嘅口水裏邊有大量嘅消化酵素，可以預先幫你將食物分解好。你越咀嚼得越細，腸胃嘅負擔就會越輕。你就能省下更多嘅奇妙酵素去做其他嘅事啦。而且你知唔知道啊？放慢速度咀嚼，你會發現原來白米飯係甜噶，而青菜係香噶。你會有飽足感，自然就會少食啦。所以下次食飯嘅時候，試下將手機放低，專心數一下你咬咗幾多啖。第二，顛覆嘅常識。
牛奶其實唔係好嘢嚟㗎。呢點喺書出版嘅時候引起咗非常之大嘅爭議。我哋從小被教育飲牛奶可以補鈣，可以長高，但係新谷醫師話喺臨床嘅觀察同埋喺生化嘅角度嚟睇，佢認為牛奶係設計俾小牛飲㗎，唔係俾人飲㗎。而且市售嘅牛奶經過超高溫殺菌同埋均質化，入邊嘅脂肪已經氧化咗啦，即係我哋俗稱嘅生鏽。飲咗氧化嘅脂肪會消耗身體大量嘅酵素。更加驚人嘅係，佢認為飲牛奶反而可能會導致骨質疏鬆添啊！因為牛奶入邊嘅動物性蛋白質同埋磷含量太高，身體為咗平衡酸鹼度，反而會將骨頭裏邊嘅鈣釋放出嚟，所以飲牛奶補鈣可能係適得其反。第三，要飲好水，而唔係茶同埋咖啡。好多人都覺得飲茶或者飲咖啡係好健康，甚至可以代替飲水。但係新谷醫師話，咖啡因會刺激腸胃黏膜，長期落嚟會令到你嘅胃相變差。佢建議每日要飲足夠嘅好水，亦即係乾淨冇污染嘅水，最好喺餐前嘅1個鐘頭飲，唔好邊飲邊食飯，咁樣先唔會稀釋你胃裏嘅消化液。呢本係我睇嘅第一本關於大腸嘅健康書，大概已經有20年啦。呢本書帶俾我最大嘅價值係一種思維嘅翻轉。當時睇完，對我嘅飲食習慣有咗好大嘅改變。我再冇飲牛奶啦，而且開始關注飲食健康。從嗰時開始，屋企買多咗個濾水器，希望令到自己可以飲用到乾淨嘅水。食飯亦都食慢咗好多，雖然我做唔到每一啖都咬50下，但係我都冇再玩電話或者睇住電視食飯啦。我好認真咁食每一啖飯。佢話白米係死亡食物，所以我之後都食多咗好多糙米飯。因為佢話發芽嘅食物先至係蘊含着生命嘅食物，我覺得有道理。我哋要食生嘅食物，唔好食死嘅食物。另外有一個章節係講點樣醫好睡眠窒息症，對我嘅家人有幫助。新谷醫師建議睡前4至5個鐘唔好再進食，即係就寢嘅時候令到胃部清空。睡眠窒息症分為呼吸道阻塞引起嘅阻塞型、腦部呼吸中樞活動降低引起嘅中樞型，以及2種混合形態嘅混合型。其中最多人有嘅阻塞型有個好簡單嘅方法治療。人類嘅氣管有特殊嘅構造，能夠防止空氣以外嘅嘢進入。但係如果喺瞓覺之前胃裏邊有食物，身體瞓低嘅時候，胃裏邊嘅食物就會升上去喉部。為咗阻止空氣以外嘅嘢進入，呼吸道會變窄，就會導致呼吸停止。而且瞓覺之前進食會分泌大量嘅胰島素。胰島素令到碳水化合物同蛋白質變成脂肪，因此即使係同樣嘅食物喺睡前食係會肥好多。雖然肥唔係睡眠窒息症嘅發病原因，但係瞓覺之前食嘢係同時睡眠窒息症同埋肥胖嘅原因。總結，呢本書話俾我哋知，生病唔係懲罰，而係我哋長期習慣嘅結果。我哋成日都將健康交俾醫生，交俾藥物或者交俾保健食品，但係其實決定你會唔會生病嗰個關鍵就係喺你每日拎起筷子嘅嗰一刻。新谷醫師喺書入邊講咗一句話，佢話食好嘅食物，養成好嘅習慣，最高興嘅其實係你自己嘅身體。如果你覺得最近身體有啲攰，腸胃唔係好舒服，或者長期處於亞健康嘅狀態，我會推薦你睇睇呢本書。佢會教你點樣重新傾聽你身體嘅聲音。畢竟開始改變永遠都唔嫌遲。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歡迎你幫我按讚訂閱，亦都歡迎喺底下留言分享你覺得最難改嘅壞飲食習慣係啲乜嘢啊？我哋下條影片見，拜拜。